阿水一個視頻講俾你知咩叫花小錢辦大事，就係阿水身後呢個單位，依家開發商要呢個唔要貨5000零蚊嘅一個單價，仲帶埋咁大一個小區泳池，依家全部現房發售，2房、3房、4房全部都有晒嘅。依家呢度18分鐘翻關口，樓下配套全部已經係齊晒嘅。咁樣一個單位，依家5000零蚊單價直接攞低，事不宜遲，跟住阿水嘅樓睇樓。嗱，呢度上到嚟呢就係118平方嘅面積佈局啦啊，正南向啊，通透嘅，望住小區園林嘅啊，呢個呢就係我哋廚房嘅一個位置啦，夠晒大啊！嗱，呢度冰箱2度位。南向呢就望住成個小區園林泳池嘅位置嘅。我先嚟睇第一個私房仔啊！呢度呢就公衛，呢度有第二間房。都係望小區園林嘅。呢度呢就一排嘅衣櫃啦，呢個主人房，獨立嘅套間都係望小區園林嘅。